喺啲陶冶业龙潭乡嘅园艺何振安退休過後，係專門嚟做石化藝術，係國內上頭書法藝術嘅事業。啲上頭等過嚟非彩國畫書法嘅作品，已經有幾千件呢。何先生頭擺係用山水嚟做主題嚟畫作個，也按多年來就係用彩體龍潭客家中嘅景色嚟做主題。地方人士就希望同何先生啲龍潭嚟舉辦一擺嘅記展，本期退休過後，就得打開非彩藝術另一個全新嘅領域。那石頭就心情還有石頭來用寫詩詞，退休了後嘅軍醫何振安老先生是同平時真好嘅詩詞，還有圖畫，是畫圖嘅石頭風，同作品太豐嘅同鄰舍分享。地方民代表示，希望為何老先生可以擺數年石發展，同較多人分享佢嘅作品。佢做得老平時的時候，也發拿嚟創作到石頭風嚇，係當講的一種作品啊。那當然未來也希望能夠幫他開個這個素人的這種展覽哦，讓更多的鄉親去分享他這麼美麗的作品。老先生講，6年前佢出門散步嘅時節，是看到路上有條石頭，真有山水畫嘅意境，是激發佢創作靈感。然後佢用大家各種做背景，講照石頭嘅形來作畫，佢認為呢個創作將好看。石頭，形狀，然後再作畫的，我不是想好做什麼，我就隨便找一個石頭，看到石頭的形狀，然後在上邊這麼作畫，這麼留字。這幅卡是從一個細細嘅展覽館表現各種嘅石頭畫作。何先生講，所以佢有靈感，是會經創作。同期新關渡嘅龍潭河山河水畫圖石頭風，本國較多人看到無相關材料嘅藝術作品，未透過其他石法看到龍潭鄉。客家新聞羅文泰，陶建報道。